係啦，其實阿明哥，咁我知道啦，今次咧你再一次執起呢個編導嘅工作啦，其實對上一次咧都有一段時間噶啦喎，咁都擺低咗呢個創作嘅路程有少少時間，今次再次執起，有冇一番另外唔同嘅感受或者個心情會係點咧？有，梗係有大量唔同感受啦，即係時間又過咗好耐啦，咁自己嘅人生有好多唔同經歷啦，嗰個戲種亦都好唔同。其實次次都係即係我轉咗行啊，有段時間我係由舞台劇出身嘅，我係讀演藝學院噶嘛 ，and then 就我係黃秋生同班噶嘛，咁每日俾佢恰噶啦，咁算啦。and then 出嚟係我係全職嘅劇團嘅團員嘅，即係簽咗約全職翻工。and then 嗰段時間之後咧，我就變咗要發展另一種劇場，咁就嗰種劇場嘅實驗劇團咧，實驗劇團就係我唔需要翻工啦。可以不斷咁樣做好多唔同嘅創作啊，做導演啊，做其他嘅，但係好窮嘅嗰啲政府批錢，咁冇錢咁點咧？一個好重要嘅人幫咗我嘅，就係曾志偉先生就你冇錢咩？你嗰陣時做舞台劇演員幾錢個月㗎？我話咁多錢咯，一模一樣，但係你唔使翻工嘅，我就即刻就去到公司做嘢，咁我就寫劇本之餘就做我最中意嘅舞台表演，咁跟住就轉咗行啦，轉咗行就做拍戲啊，個人嗰啲事情咯。咁你問我點解寫劇有咩唔同心情？就每一次佢哋喺我做緊其他嘢做緊即係拍電影啊、電視台嘅嘢嘅時候，我都去拍劇，但係先去做舞台創作嘅時候，嗰件事一定特別嘅。咁啊講翻少少好笑嘅就係04年，我又再重新去編劇導演啦。咁點解會嗰陣時出現咧？就出現沙士。沙士就係唔準開工啦，你哋唔準拍戲，唔準喐嘅時候，咁不如我做翻我好中意做嘅劇啦，咁寫咗個戲啦。咁個戲啊，亦都係考起即係話劇團嘅，佢哋係做開都係一個傳統啲嘅大家接受嘅 drama 啊嘅戲嘅，而我即係好誇張嘅實驗戲劇啦。咁佢又俾我試喎。咁當其時有7個古仔裏邊啦，飛嚟飛去之餘咧，仲要係。後來有個仲要係喺太空度飛上太空咁樣咁奇怪真係，咁但係我又攞咗全年嘅最佳導演喎，喺香港咁好開心。咁而另一個咧就係你頭先講，喂，你上次寫好多年前8年前寫嘅舞台劇，我又係幫個團，主要係因為我嘅老師叫我寫，張輝老師，喂，你得閒幫我寫，咁就無論如何都要幫佢寫，唔睇得嘅，我好重要嘅老師嚟㗎，人生裏邊幫我好多，無論如何幫我寫，而嗰陣時亦都有另一個吸引力嘅。我哋希望就揾到張學友幫我做男主角㗎，你寫啦。咁我就即刻 book 咗佢寫啦，我就識張學友。咁去到今次啦，今次就佢哋同我講2年前就，我哋後年就話劇團40週年，你有咩幫到啊？最重要嘅我都幫，包括掃地都嚟。但係咁你做導演編劇，咁更加需要幫手。咁因為話劇團係我當年好細個嘅時候排隊買飛睇嘅劇團之一啦，都係佢俾我太深印象。所以我能夠再同話劇團慶祝佢哋嘅40週年，佢哋最耐歷史嘅香港嗰個嘅全職劇團，係一個好重要嘅，喺我心目中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。咁所以我放心啲，有啲唔同嘅呢啲。哇，原來係咁，非常之豐富嘅內容嚟嘅。